现在这边换，相反了，反过来。当男人票房破亿，虾款当红，邱泽映后遭女粉求婚。3、2、1，恭喜！当男人恋爱时，全台票房至4月11日累计1亿6千万，感动心。当男人恋爱时上映不到2周，票房已冲到1亿6千万，打破真人秀谢欣颖主演的《角头龙溜泪》。导演殷正豪12日与男女主角邱泽、徐远宁以及2位监制一同现身庆功。我们2个第一时间有通电话，对，就是恭喜跟他打的时候，虾款。因为2位的台词现在在网络上走红，就是虾款，还有那个有肉汤、黄汤呢，可不可以重现一下里面的台词？虾款，现在这边换，相反了，反过来。虾款，虾香款。其实很多人表示没有，其实没听过这个词。他们呢？我们3个在排练的时候，想要有一个比较贯穿的口头禅，也想让虾冠让浩廷讲出来的时候会一讲就是迷死所有的人这样。你那个虾冠真的会迷死很多人。虾款，虾款。他们最近勤跑映后座谈，被问到最印象深刻之事，有人哭着拿麦克风说：“请问浩廷最后有开成奶茶店吗？”哦，对，对，有啊我们。常常遇到。不要忘记我有拿到阿真的还我的钱，请大家放心。对，我再还了。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上次我们办的那个衬衫花衬衫 party， 娶我了，娶我。对，那个蛮可爱的。那你怎么回应？我说我要先问我妈。5千、3千、4千，收回来钱啊，钱要收点嘛。啊，这个搁是安那？我迄庙口迄物件挂袂，另外1斤呢？恁阿嬷挂袂。小姐，我看你过得改啊吼，啊你干男朋友？我看他们就得接。小姐，谁在睡啊？后来人客一定就介意。你们喜欢欺负人，对不对？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？虾款，虾香款。你跟我出来，一次1格，涂满免还。钱我会想办法还你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我爱你呢。啊好，你厝哪里？你家一个后生的，你知无？你喜欢我对不对？你喜欢我什么？你有肉卡啦，胖胖啊。你要是给我偷笑，你会想做什么？今仔日啊，爱欢喜，我要改道啊！这条钱我一定要摕回来。行这路还是好命人的权利。你以为你骗我的是这个吗？拜托，唔好走，求婚金了，拜托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拢会记的。我后世人兄弟。